大家好，又係我豪宅大師同你一齊睇香港唔同嘅樓盤。如果你追求嘅係一份純粹嘅寧靜與通透感，呢一套121平嘅4房2套單位一定能夠打動你。客廳設計非常實用，橫廳開即令客飯廳可以好好咁分隔咗2個功能區。圓形嘅8人飯台後邊就係發展商為住戶準備好嘅 Artist Salon， 預裝咗全套德國 Miller 嘅酒櫃，甚至仲有一個精緻嘅小吧台。想象一下喺度一邊飲住紅酒，一邊透過落地玻璃睇住窗外嘅城門河夕陽，呢啲就係頂流嘅生活方式。廚房絕對係太太們嘅聖地，3爐頭明火廚具，同時配備有全套 Miller 頂級家電，包括雪櫃、蒸爐，甚至仲有城中罕見嘅嵌入式燒烤爐。保姆間連接住廚房位置，亦都有獨立洗手間。4房2套嘅佈局非常適合大家族居住。主人套房空間非常寬闊，King size 大床可以3邊落床，其實只係標配。最重要係窗外無遮擋嘅城門河一線河景，視野開闊。我哋再睇睇第2間套房，房內有個小露台，可以望到大圍城內嘅萬家燈火，開即市正。放完張床之後，書台同衣櫃放埋入去，都仲有位置走動。重點係每一間都能夠享受到大圍嘅萬家燈火，喺頂層俯瞰城市嘅繁華，都說得上係一種享受。如果真係唔需要咁多間睡房，設計師都展示咗其中一間睡房轉為書房個擺法，就算偶然需要返到屋企繼續工作，都唔需要擔心影響到屋企人。作為成個項目入邊絕無僅有望到河景天台嘅單位，又點可以唔介紹下呢一個90平嘅天台？喺群山環抱之間，仲可以望埋城門河嘅景觀。如果話大圍係鬧市嘅綠洲，我會講一啲都唔過分。樓下就係65萬尺嘅大型商場惠坊，同雙線交匯嘅大圍站，1站到九龍塘，5站到金鐘 CBD， 完美平衡了商業效率與河畔休閒。呢一間52B 嘅旗艦大宅，會唔會係你理想中嘅單位？想領略柏傲莊嘅魅力，快啲私信預約我。下次仲想我同你睇咩單位？留言區話俾我聽，即刻關注我賬號豪宅大師，下次再同你一齊去睇香港唔同嘅單位。